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9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00天。前线总共发生了151次战斗，其中40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的叫托夫斯特村，并在扬皮尔和塞夫尔斯克附近推进。俄军还在扎波罗热州的胡里亚波尔市推进。波城战场，乌军布置了一道严密的无人机监控网，在这片区域每平方公里内24小时都有至少10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俄军最精锐的部队刚一露面，就会遭到来自空中精准打击。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俄军的精锐王牌第76空降师在波克罗夫斯克遭到无人机的毁灭性打击。12月15日，俄军事记者在波多利亚克公开承认，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处的处境急剧恶化。截至12月15日上午，俄军仍在持续失去阵地。乌克兰国防军正从多个方向同时向库皮扬斯克推进。自从泽伦斯基去这个库皮扬斯克打卡之后戳穿了普京多次宣称的俄军拿下了库皮扬斯克，并且包围了5000多名，就是大概5个营的乌军士兵。那这个谎言被戳穿了所以说在库皮扬斯克这儿好像双方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也就是俄方也默认了承认了库皮扬斯克又丢了，在乌军手上。这个宣称已经拿下了库皮扬斯克的那个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吧，是个上将，现在据说已经宣布死亡，怎么死的也不知道，这很蹊跷那么库皮扬斯克现在争议不大了，现在剩下的争议的就是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城。为什么呢？因为泽伦斯基没有在波克罗夫斯克打卡拍视频，所以他们还拿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在做文章。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在俄罗斯国防部扩大部务会议上表示，俄军中部集团军部队已完全控制红军城，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并称该市长期以来既是乌克兰军事抵抗的象征，也是西方支持的象征。你看看现在换了一个人了，变成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跑出来说红军城已经被拿下，确实得换个人了你又是普京说格拉西莫夫说，确实没有这个信誉了已经没有信服力。再对俄罗斯国内宣传，俄罗斯人不相信了。这回文质彬彬的这个国防部长别罗夫索夫跳出来说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红军城。看样子这又是要逼这个泽伦斯基去打卡拍视频呢。那这样搞的话，泽伦斯基得多忙12月16号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乘坐装甲车巡视前线。这个谢尔斯基表示俄罗斯已将兵力增至71万人，以开展战略进攻行动。得益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积极搜索和打击行动，乌克兰得以将占领者从库皮扬斯克击退，并控制了该市近90%的领土。然后说俄军已试图占领波克罗夫斯克超过17个月，乌克兰武装部队反攻行动使得乌克兰重新控制了该市北部超过16平方公里的区域。此外，乌克兰还在波克罗夫斯克以西的格里申、科特利内和乌达奇内等居民点附近夺回了56平方公里的领土。乌克兰正在系统性的加大对敌方纵深地区的打击力度，我们正利用纵深打击手段成功打击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施。由于这些袭击，俄罗斯自年初以来直接和间接损失总共达到215亿美元。一边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再一次宣称，对吧？俄军拿下了波克罗夫斯克，一边是乌军的总司令说波克罗夫斯克还在乌军手上，乌军占领了波克罗夫斯克城北16平方公里。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乌克兰阿佐夫旅在顿涅茨克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使用 FPV 无人机摧毁俄罗斯的机械化纵队。关键这个旅他拍了视频，并且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多辆装甲车被逐一击中爆炸，无一幸免，全歼此事件经过多元证实，也有视频为证包括战争研究所的报告和社交媒体目击，属于乌克兰部队击退俄军向波克罗夫斯克推进的防御行动。也就是在波克罗夫斯克这儿这乌军不仅没有丢掉波克罗夫斯克，还围点打援就是俄军的这个后援部队被全歼，俄方损失至少10余辆车辆和人员。这个乌克兰第46空降
机动旅发布了相关影像。据报，乌方摧毁了2辆坦克、2辆步兵战车、1辆装甲车、2辆全地形车，并击伤了另1辆装甲车以及卡车，造成49名俄军人员被毙，5人被击伤。这个可以说叫新帕夫利夫卡大捷啊！根据这个视频啊，也反映出乌军无人机在雾天低能见度下的精准打击效能，也凸显出俄军纵队战术易受伏击，凸显战场上乌克兰空中优势的持续作用。也就是在波克罗夫斯克的附近还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叫歼灭战，你说俄军国防部长别罗夫索夫说的话可信吗？不管怎么说乌克兰这边的总统泽连斯基、总司令谢尔斯基、安全局长马柳克，还有那个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他们频繁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这已经说明问题而这个无论是普京还是总指挥格拉西莫夫这俄方的高级人员很少到最前线去，最危险的地方。我看这个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他基本上是在前线泡着，对吧？从一个旅到另外一个旅，从一个阵地到另外一个阵地视察，而这个俄方的主帅格拉西莫夫，那就是坐在地堡里面，他也学这个地堡老人呢，对吧？躲在深深的地堡里面，忙着在各个报表上面后面加零这一招学的是他的老领导原国防部长绍伊古同志正忙着在各种报表上面报给普京看的报表上面后面通通加上零。所以普京他接受的信息那是一个胜利接着另一个胜利，乌军马上就要溃败，已经扛不住了。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与无人机系统部队和乌克兰武装部队协调行动，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叫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该炼油厂年加工520万吨原油，是俄罗斯占领军的重要燃料供应地，目前已大面积停电。他们还袭击了罗斯托夫州尼古拉耶夫斯卡油库，损坏了一个储油罐和杰伯特船长号河船。卢甘斯克地区的占领军后勤补给站也遭到了袭击，里海地区叫格雷费尔天然气钻井平台遭到袭击，所有14口钻井的天然气输送系统被关闭，平均日产量3500吨。这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情况。无论是波克罗夫斯克还是库皮扬斯克，准确的说都没有被俄军拿下，双方还在这儿撕扯绞杀，而俄军伤亡惨重。同时双方对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也没有停止。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随着俄军的这个沙赫德无人机与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现在乌克兰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拦截无人机，专门拦截沙赫德无人机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乌克兰现在可以大规模生产使无人机速度达到400公里每小时的电机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电机的技术了，这个恐怕得到了德国的帮助对吧？你有功率更大的电机，能耗更低的，那么你不仅飞得远，关键是飞得快，对吧？还可以追上那个沙赫德无人机。乌克兰的这个媒体说该款电机每月生产超过10万台，他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机生产商之一。那这对乌军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这个量大呀，一个月10万台FPV 和光纤 FPV 的所有部件都需要自己来生产，而且要大规模集群化生产，这样成本低对吧？乌克兰人生产成本最低，所以现在就拼消耗。现在无人机还有拦截无人机已经成了战场的主要这个武器承担60%的打击任务。这个泽连斯基不是去了这个荷兰访问吗？顺便去了海牙法庭，对吧？现在向海牙法庭递交了索赔，现在有35个成员国要签字，就是向这个俄罗斯发动战争索赔损失，而且它是一项一项的，这就说明这是所谓的停火恐怕还早着呢。普京是那种还会提供战争赔款的人吗？他没捞到钱，他已经觉得自己吃亏了，对吧？就是对俄罗斯人来说不赚钱就是亏钱，他还会真金白银的赔乌克兰吗？但是这个泽连斯基这一次去德国还有荷兰访问可以说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身仗。泽连斯基现在整个的口碑整个的他的危机似乎走出了他的那个阴霾。大家还记得10天前泽连斯基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对吧？辞职，然后媒体各种报道，各种小道消息。总之这个对泽连斯基都不是好事，都是负面影响。然后泽连斯基本人，对吧，也受到这个贪污的指控就是俄罗斯媒体，对吧？包括欧洲包括美
美国，甚至不是逼泽连斯基要选举吗？这是特朗普说的。泽连斯基没有办法只好说以退为进嘛。你美国和欧洲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要实现停火，他6个月之内他已经准备好了搞选举，也就是把泽连斯基逼到这份上。当时泽连斯基对吧是内外交困，战场上这个俄宣还有普京对吧，他们对外大言不惭的说已经拿下了红军城和这个库皮扬斯克，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乌军在前线是失利对吧，根本守不住，战线失利。然后外交上面呢，特朗普施压给他最后通牒，内政对吧，也就是国内又受到反对派的指控，就是陷入了这个贪污腐败的丑闻。所以说那个时候对吧，10年前那个泽连斯基是内外交困呐，但是现在你看完全走出阴影。为什么呢？第一个对吧，人家通过亲自到库皮扬斯克去拍视频打卡，打了普京的脸，也此举证明乌军在前线不敢说是固若金汤，那至少在前线打的还是游刃有余对吧，不是溃败，没有的事，双方继续焦灼对吧，总统都敢冒着危险跑那儿打卡，粉碎了这个普京的这种虚假的叙事。所以军事上面他是不是自证了？外交上面呢，可以说泽连斯基在外交上面的这一战呢，那是更加漂亮，他成功的笼络住了这个欧盟。先不说这个欧盟对俄罗斯的这个2100亿欧元进行永久性冻结，而且现在正在给他做对吧赔偿贷款，这个我看10有8九要成现在欧洲这些国家投票嘛，举手表决，然后据说是1月份最终来表决，这还不算就是说总之把俄罗斯人这2100亿欧元给扣在这儿，心里就不慌了对吧？那至于怎么花，那不是有的是办法。最主要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你看泽连斯基到了德国之后是德国的总统接待他。实际上德国总统很少出面参加这些活动，一般都是德国总理嘛。总统接待就什么意思那是元首对吧，最高规格，是一种礼节。然后泽连斯基到了荷兰呢，也就是荷兰的国王威廉亚历山大会见他，接见了他荷兰其实一样的应该是见荷兰的首相对吧，他管事你见这个国王实际上是最高荣誉。德国是总统，荷兰是国王，都为什么泽连斯基这么忙，为什么还搞这种礼节性的？实际上就是欧洲国家表态他们挺泽连斯基，就是泽连斯基虽然被特朗普指责对吧不选举独裁，被这个普京在后面说他是贪污对吧，支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什么反贪机构等等吧，你别管国内闹得怎么样，人家欧洲人家给予他最高礼遇，就是欧洲这些元首认泽连斯基，这就是力挺泽连斯基这就是表态这种动作。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国王和这个总统见他们是虚职嘛，没有必要的嘛，所以这个纯粹就是给泽连斯基打气，这就是向世界表明对吧，欧洲人支持泽连斯基，你们随便怎么抹黑他这个很有意义的你看包括泽连斯基去英国国王接见他，如果欧洲人认为泽连斯基是个贪污犯对吧，是个腐败分子，这国王这些总统国家元首会见他吗？你马上就下台了对吧，何必给自己弄得一身脏呢？所以这个在外交上面泽连斯基可以说打了个胜仗，扬眉吐气，既扣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资金，又得到了欧洲元首的认可。那国内呢，大家恐怕看过一个新闻吧，乌克兰的最高拉达2个议员2个女的打起来了，2个女的名字我不记得一个好像是跟这个泽连斯基还是一个党派的。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在开会开始前爆发肢体冲突，起因是女议员马里亚娜别祖格拉亚封锁了演讲台。这个姐们她在那个议会这个就是拉达上面拉横幅，然后就阻挠开会，要求乌军谢尔斯基下台，就是总司令理由什么呢？说前线谎报军情致人死亡，乌军总司令必须下台。然后其他的议员看不过去上去撕标语，与这个叫别祖格拉亚扭打起来。这个网上这个视频被参会的人给拍下了，议员这个视频怎么到了俄罗斯人手上，这就不好说了这个是今日俄罗斯17日报道，说明什么呢？这个别祖格拉亚这个女的大家还记得吧？有印象吧？这个女的好像就是这个乌克兰最高拉达里面一个毒蛇，专门攻击乌军的。当年这个总司令叫扎卢日内，也是这个姐们一天到晚要他下台，现在要求谢尔斯基下台。你说这个临阵换帅，俄罗斯打成
这个球样，对吧？他这个总指挥格拉西莫夫都没换，这些人，对吧？在乌克兰非要换谢尔斯基，这个让我想起，对吧？咱们这个是秦赵之战吧？赵国换主帅是吧？把廉颇换成赵括啊，是这样的吧？也是中了人家奸计。那这个里面啊，这个别祖格拉亚这个女的，还有把这个视频传给俄罗斯人的这些议员，恐怕多多少少跟俄罗斯都有勾连，这个难免啊，因为毕竟乌克兰从苏联分出来的嘛，啊，他们打断骨头啊，连着筋，这个最高拉达里面多少恐怕有亲俄人士，或者是为俄罗斯人卖命的都有可能。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民主，哎，你看不惯你还得忍，哎，他是议员呢，那有人上去打他，那就说明乌克兰已经最高拉达很多其他议员都看不过去了，受不了了，你这么闹还窝里反，对吧？都现在前线这么紧张，你还窝里反，其他的议员看不过去上去揍他，这说明什么呢？我就说明啊，这个乌克兰国内也逐渐的开始团结，对吧？乌克兰国内现在支持泽连斯基的这个声音又起来了，所以我说泽连斯基这10天啊，相当于从这个鬼门关走了一趟，一下走出阴霾啊，这个迎来阳光。最重要的是啊，他跟欧洲一起搞的这个和平计划，我认为是乌克兰不仅没有投降，不仅没有跪下，乌克兰实际上是大获全胜。当然了，这个计划啊，普京是接受不了的，我可以肯定，对吧？这个计划不管怎么改，第一个，欧洲11国要派部队进入乌克兰，而且美国要提供支持，美国支持还写入法律，对吧？写入这个国会通过。乌克兰表面上放弃了加入北约，加入北约是个遥远的概念，对吧？这很多人都知道，北约第一条就是你的领土没有争端，你只能和平状态下才能加入北约，对吧？你自己在打仗，你是加入不了北约的，是这样的吧？所以对乌克兰来说啊，加入北约只是一个构思啊，是在推动，但是可以说是遥遥无期。那现在呢，把这个遥遥无期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唾手可得的，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率的这么一个落在纸面上这么一个保障，你说是乌克兰输了，泽连斯基跪了，这叫灵活处事，对不对？你非死抱着那个北约第5条干啥呢？北约第5条以后啊，未必有乌克兰的这个安全保障管用，因为啊，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就美国的安全保障，人家要求的很细，对吧？什么状态下你要出兵，你要出多少，你平常你要怎么管理，你怎么监督俄罗斯，对吧？这样停火完了之后，你还得要防止俄罗斯的假旗行动啊，就是俄罗斯人化妆成乌克兰人攻击俄罗斯，然后说啊，你看这乌克兰无端开火，那我们要反击，这个是不行的，都写到那个细则里面去了。北约的第5条款都没用过，对吧？就用过1回吧，还是为美国用的。我有印象啊，这个不是1回就2回吧？就是美国被那个911恐怖袭击之后，北约援引的就是第5条，说美国遭到袭击了，好，他们反恐打的是哪儿？阿富汗，好像就用过1回。就特朗普这个搞法，那个北约第5条到底有没有效的这个问题，到时候美国他不出兵，对吧？他不挑头，或者象征性的出点，你能怎么样？因为那个第5条，对吧？它是个框架，也没有写的明细。那这一回欧洲和泽连斯基搞了一个非常细的法律条款，也让美国认，对吧？这特朗普得认呐，你想调停这个你就认，你说这个不比那个加入北约那个虚的更实惠吗？所以我看很多黄俄啊看问题看不透啊。当然了，这个前提是特朗普得认呐，特朗普很有可能啊，到时候一看普京，对吧？不同意，他也翻脸，他不认，对，这有可能啊。那不认乌克兰他也没损失，对吧？那还要加入北约呗。好了，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啊，在进行领土谈判前，乌克兰必须获得安全保障。也就是说啊，马克龙的意见就是你美国人还有欧盟把这安全保障到位了，再谈领土问题，也就这意思啊。马克龙表示啊，只有在乌克兰获得明确可靠的安全保障之后，任何关于领土问题的谈判才有可能进行。他说啊，在自愿联盟所做的工作基础上，由美国特朗普支持的条件得到澄清，也就是你美国在什么情况下出兵，出多少啊？平常你怎么维护，怎么出资源的吧？这个条件呢都写得很清楚，澄清嘛。我们在保障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欧洲领导人已提议组建一支多国支援乌克兰的部队。那德国就更有意思了啊。我看有媒体报道啊，说德国总理默尔茨在德乌经济论坛上开始发表讲话时几乎落泪。这个默尔茨动情地说啊，他说有时我早上醒来会短暂的想，这一切难道只是一场噩梦吗？他的声音颤抖，但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不，这不是做了一场噩梦，这是经历4年来每天都在经历的噩梦。大家看视频啊。Meine Damen und Herren, manchmal wache ich morgens auf und ich denke einen kurzen Augenblick, ist das alles nur ein böser Traum? Nein, das ist kein
böser Traum. Ich bin ein täglicher Albtraum, jeden Tag und jede Nacht für dieses Land. Meine Damen und Herren, ob wir es wollen oder nicht, Gewalt, Unfreiheit und Revisionismus, wir werden in all dem nicht nachlassen。也就是你看啊，这个莫尔茨说到这儿都声音颤抖、哽咽，差点哭了，就为乌克兰人的这个遭遇，为乌克兰人的反抗。你要知道啊，作为一个德国的总理，现在开始你也不能说叫煽情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实际上这个他就是这是最有力的啊，是在动员欧洲人呢，对吧？现在欧洲面临危险了，稍有不慎，战火就要蔓延到整个欧洲。这个梅尔茨说，对吧？普京的脚步是不会停留在乌克兰的，他这次要一得逞，下一次啊一定会继续向欧洲推进。所以说这个莫尔茨很动情的说啊，俄罗斯对整个欧洲构成威胁，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乌克兰的命运就是整个欧洲的命运。这个德国人啊，从来不是拿嘴说啊，人家是做行动。所以你看啊，德国已向乌克兰交付了8月份承诺的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第9套防空系统。这个是他们欧洲人自己搞的。然后这个德国的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雷乌斯在最新一次拉姆施泰因模式会议上确认啊，德国将于2026年向乌克兰移交大量从联邦国防军库存中调出的响尾蛇导弹。关键啊，这个响尾蛇导弹不仅能用在 F-16 上，还能地面发射，也可以装在无人攻击艇上。乌克兰的国防部长施米加尔表示，15个国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啊，又有15个国家认捐啊，哪15个国家呢？德国是115亿欧元，这个指的都是2026年啊。英国是将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本国预算以及合作伙伴资金，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能力。这个他冻结俄罗斯的资产是好像80亿英镑吧，还是将近100亿英镑啊？自己援助要6亿英镑。加拿大额外提供3000加元用于无人机。荷兰承诺为无人机系统提供7亿欧元资金。黑山、丹麦和新西兰将为这个乌克兰优先计划捐款。爱沙尼亚向 IT 联盟捐款900万欧元。立陶宛2026年为乌克兰提供超过2亿欧元资金。拉脱维亚继续提供不少于 GDP 0.25% 的援助，约 1.1亿欧元。卢森堡提供1亿欧元支持乌克兰，并通过优先计划捐款1500万美元。挪威承诺提供70亿美元的综合军事援助。葡萄牙将为无人机系统提供1000万欧元资金。波兰提供155毫米炮弹。捷克将援助760万发炮弹的供应。这个大炮弹和小炮弹啊加一起，这个也就是说啊，这是2026年啊，只是一部分，这些国家要援助给乌克兰的。所以说这个泽连斯基啊，这一次欧洲之行呢，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收获满满。现在球踢到了特朗普这儿，这个维特科夫啊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柏林啊和泽连斯基以及欧洲领导人谈判呢，关于领土问题啊，乌克兰和欧洲是绝不同意。现在美国人呢要拿着这个方案找普京。我以前就说过，普京的谈判策略很简单，就是美国人提的方案他都同意，他不会拒绝，但是他会加条件。等到你去找乌克兰谈，等到乌克兰和欧洲同意了，你再回来找他谈的时候，他又要提高价码啊，这个一定是普京的这个谈判策略得寸进尺。所以我说这个和谈特朗普也是白忙。当然了，在还没去莫斯科啊，还没开始谈，谈完之后乌克兰人也要去美国，对吧？继续在那儿掰扯。这个最新消息啊，说彭博社报道，若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正准备对俄罗斯能源行业实施新制裁。此次制裁主要针对俄罗斯非法石油贸易船队及其协助其进行石油交易的贸易商。有消息称啊，新制裁措施可能最早于本周出台。这个也是特朗普的一个惯常做法啊，就是去谈判之前先来个下马威，得放风，对吧？要制裁他。上一次不就是吗？对吧？谈判之前先说给战斧导弹，谈完了之后说战斧导弹不给，我们美国自己不够，这就是特朗普的手法啊。这次去俄罗斯之前先说啊，准备对他进行实施新的制裁。等到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回来之后，这个特朗普肯定也反对了，别制裁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他说什么啊，要看特朗普
做什么。这个我为什么说他这个美国人又是白忙呢？特朗普啊又是瞎折腾。因为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啊，他16号就说啊，他说美国已向俄罗斯承诺，乌克兰将放弃部分领土作为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呢？对吧？不要说乌克兰了，欧盟都不同意。完了之后，这个泽连斯基一再说啊，乌克兰的法律不允许他放弃领土，如果要放弃，那还得乌克兰要投票啊。拉夫罗夫说啊，特朗普政府明白俄罗斯人在那些领土上生活了长达几个世纪，那些领土应再次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你说这不就是典型的强盗逻辑吗？合着俄罗斯族的人在哪儿住的时间长，那地方就是他的。那你说挨着俄罗斯的这些国家，周边这些国家哪个不瑟瑟发抖啊？除了黄俄啊，黄俄欢欣鼓舞啊，俄爹终于认亲了，终于要认他了。你说挨着俄罗斯这一圈的国家，哪个没有俄罗斯族？合着那地方都是他的，这就是强盗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啊，17号表示，俄方在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必将实现。俄罗斯更倾向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如果对方及外国支持者拒绝进行实质性谈判，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既定目标，包括收复历史领土，并在相关地区扩大安全缓冲区。所以从普京这个表态来看啊，特朗普想实现圣诞节停火恐怕很难。泽连斯基已经提出啊，双方圣诞节先停火，但是遭到这个普京的反对。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